明明叫做 Remember the Name， 但係偏偏就冇人想記得嘅大眼穆罕默德擔任 UFC 315嘅主賽，票房同埋期待值相信都唔會好得去邊㗎啦。近3任嘅次中量級冠軍全部都係判定之王，闊別咗年幾2年嘅 Usman 亦都打過唔少嘅判定勝利，喺佢在位後期先至慢慢增加翻多啲 KO 嘅場數。Leon Edwards 喺 Headshot Dad 之前 ，Rocky 呢一個稱號根本就唔係太多人知道，通常大家都會叫佢做孤兒院院長，因為打法成日都要拖到去判定，觀眾又唔賣賬，所以就幫佢起咗呢個花名。今次嘅主角大眼穆罕默德都係一個判定之王，比起前2位冠軍佢仲過分啊！因為佢嘅生涯一共有18次打到去判定。喺呢度先至聲明，並唔係話打到判定就一定唔好睇，只係次數太多。一係呢，你就同對手嘅實力太相近，一係你就係以最保守嘅打法去攞到勝利。喺細聯賽嘅對手同埋喺 UFC 嘅水平差咁遠，大眼穆罕默德都係打到去判定居多，所以呢一樣嘢都係大眼一直為人詬病嘅地方。好彩大眼今次嘅對手 JDM 嘅戰績幾乎係同佢完全相反，生涯一共有12次嘅 KO 勝利，判定勝只不過有3次啫。但係最近嘅2次亦都係以分歧判定勝出。冠軍戰除咗大眼呢一場之外，仲有子彈者喺重登皇位之後嘅衛冕戰，對手就係呂秀仁。子彈者上一場比賽終於復仇成功，攞翻條腰帶，不過打呢就真係唔係打得太好睇噶啦。但係又咁講，以佢37歲之齡，爆發力同埋速度都已經有明顯下降嘅情況底下，打法變得保守係無可否認嘅。至於呂秀仁，佢嘅出場頻率就唔算太高，經驗就一定冇子彈者咁豐富，亦都係佢生涯之中第一次挑戰冠軍腰帶，所以子彈者衛冕嘅機會相信都會高翻少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DC 格鬥。2場冠軍戰，2位在位嘅冠軍打法都係保守派。子彈姐以前呢可能都唔係保守派嘅，不過畢竟年紀都已經有翻咁上下啦，所以選擇一個較為安全嘅打法，亦都唔可以怪佢。咁啱又撞正 UFC 嘅流量開始下降，票房真係令到人好擔心啊！希望佢哋可以為觀眾帶嚟一啲新嘅衝擊啦。大眼嘅衛冕戰一拖再拖，原定喺2024年嘅年尾就要打衛冕戰，好可惜大眼退賽，拖到去2025年嘅2月，本應係由頭號挑戰者沙夫卡特獲得機會，但係好可惜佢又係受傷退賽，終於拖到嚟5月啦，對手居然就變埋做 JDM。大眼穆罕默德喺24場嘅勝利裏邊有18場嘅判定勝，判定本身就唔係話太可怕，只係保守嘅打法唔能夠吸引觀眾，就算係連勝都冇辦法令到人更加留意佢。雖然大眼嘅打法真係悶咗啲，但係睇佢嘅戰術思路其實每一次都好清晰。面對 Wonder Boy 呢一種機動性強嘅站立高手，大眼只需要做好地面控制，唔使俾 Wonder Boy 有起身嘅機會，要贏基本上都唔會太難。喺對陣 Gilbert Burns 嘅時候，改打站立風格，避免 Gilbert Burns 用柔術反制自己。雖然站立上嘅威力唔可能同擅長嘅地面技術相比，但係已經有足夠嘅威脅。同時用咗大量嘅前踢同埋中數去影響咗 Gilbert Burns 下潛踢單嘅可能。對陣 Leon Edwards 嘅時候，戰術就更加明顯。明知道 Leon Edwards 係一個中遠距離嘅站立高手，大眼自然係主張走地面路線。好死唔死 ，Leon Edwards 又成日推到去龍邊，大眼又點可能唔踢單嚟呢？所以佢一開場就殺入去近身做踢單。Leon Edwards 本身擅長嘅腿法亦都被限制咗唔少，而且站立技術亦都進步咗。只不過大眼嘅 KO 能力真係好低啫。下潛踢單係大眼最常用嘅踢單方法，大致上都係前壓將對手壓到去龍邊，然之後下潛踢單。當帶到去地面嘅時候就搶背，然之後揾降服機會。至於以前嘅大眼就比較會用 GMP 去做騷擾同埋控制優先，務求要穩穩陣陣咁樣贏到分數。若論踢單嘅方法，大眼並冇嗰啲千變萬化嘅招式，但係對於掌握踢單嘅靈敏度就非常之唔錯啦。加上大眼本身嘅防摔能力又唔錯，尤其是喺跟隨咗鷹派訓練之後，整體嘅技術就更為完整，摔打組合嘅比例變得更加多。對戰 Leon Edwards 嘅時候，站立水平已經有明顯嘅進步。大眼嘅下爬強度係其中一個隱憂，因為大多數時間佢都喺度控制緊對手，所以就隱藏咗佢下爬硬度呢一個要素。如果佢嘅對手擁有精準打擊，拳質有夠重嘅話，就可以逼出大眼嘅危機。咁啱得咁巧，大眼今次嘅對手 JDM 就正正係呢一類人。
拳擊出身，站立技夠出色，組合拳打得又快，拳質又唔錯，腿法方面嘅運用的確點用都好啦，都唔會夠拳擊能力咁好，但係都叫做踢得有板有眼。因為拳擊出身嘅關係，所以對於下半身嘅防守就唔算係太好，呢一方面佢要多加留意。大眼既然係擅長地面嘅拳手，咁 JDM 如果要打地面，要勁得過大眼嘅話，我相信呢個機會都好低噶啦。除非大眼自己本身犯錯，如果唔係都好難揾到機會。不過亦都唔好太睇小佢，因為 JDM 嘅柔術段位都係黑帶。不過從實戰嘅戰績去睇，佢就唔算係太出色。自保就應該冇問題嘅，但係要降服到大眼，我諗就唔係太掂啦。防出呢一個環節係 JDM 最重要嘅一環，當然起身能力都係啦。JDM 能唔能夠獲勝，就係取決於佢嘅防出能力有幾好。因為大眼必定會走地面，如果 JDM 喺呢一方面唔能夠做好防出嘅話，就算你嘅拳有幾重有幾快，都係發揮唔到你嘅威力。副主賽嘅冠軍戰，子彈姐都打咗咁多年啦，係咁以叫做講一講啦，但係重點都係會放翻喺呂秀仁身上。子彈姐擁有速度快、殺傷力又大嘅腿法，地面能力因為柔道造詣好，所以 take down 能力都算唔錯，控制對手嘅經驗亦都好多，亦都算做得幾好。降服能力呢一方面喺呢一個兩級就夠用有餘啦。不過以上講緊嘅係巔峰時期嘅子彈姐，而家嘅佢速度同埋爆發力都已經有所下降，剩低唔錯嘅 take down 能力，將對手帶到去地面之後，多數都係以控制為主，主張一個唔做唔錯嘅感覺。至於呂秀仁嘅背景，有泰拳、拳擊同埋空手道嘅影子，其中就以空手道嘅底子影響得佢最深，尤其是喺腿法上嘅展示，速度同精準都有晒啦，質量就體現咗佢喺6場嘅勝利當中。臂展165cm嘅呂秀仁比子彈姐短咗少少，但係呂秀仁嘅身高就170cm，喺體型上挽回翻少少着數，而且子彈姐比較少打高過自己嘅對手，以現時子彈姐嘅狀態，亦都好難打嗰啲快進快出嘅風格，就算真係可以，亦都好難以維持5個回合咁耐。呂秀仁嘅步伐移動相當好，多次利用呢一個技能去避開對手嘅進攻，不過頭部移動就比較少。對於子彈姐擁有精準嘅腳法，好可能會出現防守漏洞。地面能力算係中等水平，喺柔術嘅反應都算叫做唔錯嘅，喺地面嘅戰鬥次數亦都唔少，但係好明顯就唔係佢最擅長嘅領域。體能方面，對比起37歲嘅子彈姐，呂秀仁只不過係後生2歲，打5回合比賽嘅經驗亦都唔算太多，而且佢本身嘅出賽頻率又唔夠高，我諗佢嘅體能都只不過係勉強夠用。除咗前面提到頭部移動比較少之外，呂秀仁喺站立技上仲有一個壞習慣，就係佢有時 jab 嘅發力會比較重，本身就唔係太大問題嘅，只不過係太重嘅 jab 令到回收嘅速度變慢，亦都好容易會被對手打反擊，而且出拳仲會有唔收下巴嘅情況，咁樣亦都會令到對手嘅反擊更加容易去命中。子彈姐好可能會去把握到呢一瞬間嘅機會 KO 呂秀仁。UFC 315能唔能夠打破呢個沉悶魔咒，挽救票房危機？睇落呢機會真係微乎其微噶啦，但係點都叫支持下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